唔會嘥任何嘅錢再去其他公司咯。例如我去買嗰個 product 咁，佢話呢3個機咧係可以醫治我呢個問題，一路做咧就會叫你加呢個，咁你先可以醫呢一個，跟住再俾錢。我嘥咗好多資金，得唔到我個效果，仲加咗我個負擔。其實有冇了解過我係乜嘢問題而去嗌我做啲咩機呢？如果你淨係話我要做筋膜刀，我要做咩，我連你嘅問題係咩我都唔知嘅情況下，你可以做100樣嘢、1000樣嘢，係即時會有舒緩，不過斷唔斷到尾好難講。如果其實佢係頸源性，我哋一路醫緊手，過1日2日佢又翻嚟㗎啦，因為佢個問題存在喺頸嗰度，一定要知道個根源喺邊度。你揾到個根源就可以用某一啲手法或者儀器治療，去針對性幫助到病人去解決呢個問題。覺得呢一間服務好好啦，好有耐心啦，用心啦，聽客人佢個需要，治療師要了解客人需要而幫佢去醫佢嘅痛症，唔會嘥任何嘅錢。原來可以試下手法治療，可以舒緩到我隻手。大概做咗6、7次，咁我隻手開始慢慢冇咗個痹症。好彩有香港醫學痛症治療協會幫到我，而家我生活完全正常翻晒啦。唔好再嘥冤枉錢，即刻預約註冊醫生痛症評估，